哦，是 Carol 哎，你看。所以 M 有 M 等的，又看唔出你係影帝啊！他用我来送偏档，我来做料理，我来也是。不会先开啦，后等没带到屏东啦，你带到屏东就冇办法嘞。欢迎收看平安来注意传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里。一下大家看到的一只组下就係我要開組下。疫情期間吼，我都也俾煮嘅8個人出嘅料理哦。唔過煮料理就係留朋友分享，一下朋友根本就冇辦法來。故所我就想要做一個節目，請朋友上線來攞佢分享我嘅料理。一下我邀請嘅一位朋友呢，我從細看佢看到睇，還係一個影帝哦。我也打本佢。唔好啊！又係萬年，嘿啊！真的，嘿，新月姐，你迄寶寶，等一下哦，寶寶，等一下哈，應該會衝來啦。幾太的啊？哦，佢今年就係10歲咧。哦，佢算係當太叫嘅，68嘅。誒，你當初咩碩士畢業年係哪叫嘅嗬？強強乜醫生嘅？我而家講啊，從細就看到睇，馬街，然後一大擂台嚟講古比賽，你嘅獎狀還有留得冇？還有。一波咁樣嘅，好冇？講好咩算好啦，講唔好咩算唔好啦。因為本來其實有啲計劃就會開始鋪起啊，唔過因為疫情嘅關係就會延期咧，所以所有的行程都延到了，預計是改到年底才開始鋪啦。咁一波嘅冇辦法好延期啊，咁人去做乜嘅？拄好我有個朋友，佢喺台北市有一個餐酒館啊。cái餐酒館也沒做的意思酒啊，係啊，所以它室內也沒辦法做啊。為什麼底下它有做外送？有一些我們認識的那種企業夥伴，他們就是有想要捐便當給醫院或者是警校單位。哦，所以愛用就當有愛心啦，唔過愛用送去唔好有壓力咧，不過較緊。係啊，唔過就係老七啊。英國會做嘅都做好啊，像酒精啊、護目鏡啊、口罩啊，然後他接地位歲數啊，就是盡量做嘅防護措施，攞佢做好。我七個喺想法，係講除天我有事情好做，唔係等佢啲屋卡，係做啲老七個喺朋友天數。佢有人出來嘛？一下要再咩要 M 等咧，要看唔出係影帝啊樣。沒有呢。哦，冇冇人講嚇，用我嚟送偏檔，哎呀。有啊，記得點我哋個餐點，我送東西去幫佢設計，還準備飲料幫我設，你哋懂念嘛？富祥啦。係啊。誒，富祥照顧哈。咁樣用。係啊。唔都冇卡生乜雞呢？你寶寶生乜雞呢？哦，其實你就會吃飼料為主啦，然後或者是有一些我們人的食物，然後比較沒有那麼重口味，狗狗比較可以吃的，會少量的給它嘗一下味道，它就會很開心。我吃到呀，以前對佢來講，樣向沒動態，因為本來我們就是會常常去露營啊，然後會帶它去山裡面走走啊，去溪邊走走啊，玩玩水啊。唔過佢呀還沒清久冇出門呢。我根本嘅啦，我想講啊，嗬，我人介紹一出料理，就會對像我用帶到腦杯，唔係老母看人向下帶，然後當簡單煮嘅料理，就係做日式咖喱，係有紅蘿蔔。哦，紅蘿蔔，寶寶的最愛。嗰還有馬鈴薯，唔過咖喱佢做唔得食，啊，我就留一兩種東西，先煮寶寶食咧，先燙燙啊，然後佢做得食咧拿起來，然後我將不用咖喱落去煮，用3年就做得食。寶寶咩做得食，唔做得食。哎呀吼，留個馬鈴薯不用到水底度先去燙。哦，唔都可以試的嘛，跟我妹可以試哦。好啊好啊，跟你去。好。
也做下嘛。爱多诶，压力前煮鸡，跟爱出生唔多的啊，很兴趣送来本爱食。做得啦，你会送来本爱食？冇問題啊。唔講嘅我愛要定咯。其實愛親手來做下煮東西。我會做嘅都係輕簡單嘅，像用天鍋啊，用電鍋去蒸已經半成品的東西煮。嘿，對，像我家我有準備電鍋啊、氣炸鍋、調理包。對，所以下廚通常都是我室友在處理啊。我就負責洗碗啊。有洗碗有就有東西，好似按用咩當幸福啊。係啊，唔過一下咬一半，我拉嘢來幸福一下，就會嗌來做料理，本來拉嘢食。火要先開啦。哦，火要先開哦。我個嘅火，我個火先開。好。喺外頭嘅馬鈴薯啊、紅蘿蔔的啊，全部先冰一批嘅。哦，你先冰一批啊？一批濕嘅。係啊，講下一下嘅長花菜，我要先要來冰一批，通通啊，我要先攞佢拿起來。唔講我愛食咧吼，我前後邊我會冰嘅呀，洋蔥頭，洋蔥。好啊。呀，寶寶做唔得食，唔講唔做得食。好啊，好等你先講誒，嚟講。等下，你用啥講法講嘅，見叫我你上講唔點用嘅。好聽你先攞嚟講。我一下咩來切雞肉？你看佢一下，佢啲愛後邊愛吃到壓力動態，你知冇？老佢小嘅一下，佢等下會食嘅東西好誒。哇！先做 video 誒，哦，先別看，我愛用相機哦。你看 carrot 呢？佢等下就有好食的呀，錯嘛？因為唔幫你食。哦，游泳呢，有肉哎！我燙一燙，等下再給你吃。要長花菜先攞佢拿起來，然後做咖喱，還冰到底度，食不到冇漿啊，就冰到順風就好誒。跟愛來先冰馬鈴薯。我也鹹蛋還夾。唔過迄馬鈴薯，唔是輕鬆做得食嘞，難唔啲嘅。冇啊，煮熟啊，係要煮熟嘅哦。個唔過做咩做唔得煮香酒？煮香酒佢會化體，佢會化到佢水底度。人家鳳梨精咧先冰啦。哦，係啊。紅蘿蔔咧先冰。哦。紅蘿蔔，我就講係迄做下菜鳥，古時候紅蘿蔔咧，愛定下久嘅啊。嗰佢煮久咩唔怕煮久，佢唔會變啊。佢用嘅唔會變啊！哦，你看佢，哎呀，他都不走了，當乖，我煮幾久啦？幾樣用嚟就一片嚟就出汁嚟就來冰，睇從頭。哦，佢唔是冰哦，呀寶寶食唔得咧，反正係係煮本身咧。梗係冇切。呀紅蘿蔔咧，老嘅馬鈴薯。好誒，你看一下。煮好誒啊！嚟拿一啲馬鈴薯本看，你看咯，係呀，哎呦，凍落去就綿綿誒。哦。嚟我一下留雞肉冰一批，雞肉前頭冰。雞肉冰落去誒，我就順沙留呀，呀寶寶食唔得咧嗬，呀我煮本色咧。哦，咖喱塊。唔講外加迄講聲，迄整件可以送來本愛食咯。整件啊？有冇留寶寶叫要先期待咧？咩？好等咩帶到屏東啦，你帶到屏東就冇辦法咧。哦，貴貨嘅，我煮好誒，好，然後我送一本。我也就送過一本。而家可以送來本藝啊！我注意有人傾門好啊！哦，我寶寶嘅料理咩差唔多咯，我攞佢擺盤一下，佢咩做得食咧？阿爸，吃看看。
呀哈，宝宝的食物准备好了，等等，我们要一起开动。各位，我嘅白饭没准备好哎，呀哈就等我的咖喱来。等等，好不？阿宝，是什么声音？应该是咖喱吧。等等，梦影呢 ？Hello， 哦，它放在地上，在这里。进来，进去，进去。董聪又给一件事情，就是拿到我们的东西的时候，重要的是，噔噔，我们备有2罐酒精，给它喷一下，喷一下。好。顺皮来，是咖喱喽！宝宝过来，来，来熟豆哎！哦，按胶就熟豆哎哦！哇，还有抢菜呢，这是分开装的抢发菜。哇，还有葱点，葱点秋，还有葱点。哦，很熟熟哦！哎呦，咖喱，唔做唔得食，几包给顺丰的抢嘅。发菜去做得食啦。冇，我刚还有做呀，不你食啦，你看，有看到冇？还有稍微摆盘一下，中间是肉，下边还有红萝卜嘞，青花菜这样。为什么？走去。等等，坐下，坐下。古时呀，疫情本来老爱宝宝有动多时间做得讲做盘，不过动动人讲，迄人这个老狗做盘，人在陪狗，不过其实我从头吃到，迄鸡这个平矮，哦，很好吃咯。好吃呢。希望亚一船啊，本吃到没有受暖的感觉。有，安子生，对啊，等疫情过后，我去亚伯卡是很卡多好料的哦。哦，谢谢。加油哦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爱健康哦，健康较重要。嘿，大家看下健康，好。OK，拜拜。拜拜。今晡日老郑伫乡下连线翁来注意传，本来看到佢老宝宝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互相照顾，吃到样有盘的感觉当好。下一度我想要邀请哪位朋友来乡下，人来翁来注意传，大家听说要继续来收看我哋的节目哦。他现在看到人多，他就躲起来了。哦，不可以叫。冇办法，疫情冇办法，好跑起没哈？哎呦，跌下来。